向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愿主的平安与你同在。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敬拜，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在神合神心意的道路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受过在试炼当中磨练过来的生命，是蒙福的生命。求神赐给他的平安，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来行奇妙的计划。我们一起开口，在神的面前一起说：当我发现自己的不足，将心头的重担交给主，有你陪伴，就算荆棘路，每滴泪水终化成祝福。当我再次降服于我主，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下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充满盼望，愿把双手举起，让你的荣耀在绝望处你赐下盼望，在赤裸时刻你与我同在，纵然试炼不断，靠主刚强，历经过你生命，更让你的荣耀。当我们音乐继续的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生命来祷告。不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试炼跟困难，但我们恳求神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力量来服侍他，来服侍众人，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主的福音来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主你所拣选的生命。主啊，我们恳求神赐给我们帮助。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许多的软弱跟不足，但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愿主赐给我们帮助跟盼望。主啊，我们需要是从你而来圣灵的感动，愿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谢谢主，主啊，谢谢你，恳求你让我们在圣灵的感动当中来彰显神的荣耀。谢谢主，感谢赞美主。我们从头再一起来唱。当我发现自己的不足，将心头的重担交给主，有你陪伴，就算荆棘路，每滴泪水总会化成祝福。当我再次降服于我主，不再依靠自己的力气，生命主权交给主耶稣，相信顺服带来更美祝福。在困境中你赐我力量，在黑暗时刻你给我亮光。虽然黑夜漫长，
耀神，炼净我的生命，更让你的荣耀。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拣选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软弱，无论是为了生活，为了环境，为了我们自己的装备不足，我们都有可能与主你没有很好的连结。我们甚至愿意放弃能够服侍你的机会。我们晓得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不断的将我们的生命摆上，是付上代价的，是愿意委身顺服的。恳求你赐给我们能力，透过你的话语，透过每一次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是打从心里面用心灵跟诚实来与主面对面。我们要对主说，主啊，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能力，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亮光，让我们无论日夜何等的漫长，无论我们所遇到的患难困境何等的漫长，但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盼望跟生命，是能够让我们走得长长久久。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愿主你赐给我们从你而来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为主你做美好的征战。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是在试炼当中经历过神你的大能的赏赐的能力。谢谢主，我们能够走在神你的恩典道路上，能够荣耀神，见证主你的名。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Amen。在你坐下以前，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很高兴跟你一起敬拜。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用奉献来回应神。如果你还是学生，还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开始预备你的心。你可以从你的简单的一个小小的动作。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一个寡妇她的奉献的几钱的这个金钱，却是在耶稣的眼中看为最为宝贵的，是因为那是他生命当中最宝贵，他奉献给神。所以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在奉献当中来回应神。我们相信神也要赐给我们更丰富的所有的一切。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奉献所有。将所有献与耶稣，甘心乐意全奉献。我要时常爱主靠主，天天活在主面前，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将所有献与耶稣，我竟完全献于你。求主赐我爱心能力，更使我天上福分。全所有奉献，全所有奉献，献给爱我尊贵救主。全所有奉献，我们依然站立，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
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当我们一起在奉献、聚会、敬拜神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起领受到一种祝福、蒙福的恩典，就是因为你奉献给神，但是神也必定怎么样？你们要奉献所有给他，意思是说你的生命是交给他了。那交给他说，神啊，那你要为我负责啊。所以跟你旁边弟兄姐妹说，神会为你负责的。所以这种信心是必须要在我们生命里面，不管你在奉献当中，或者在服事当中，你都要预备这种心。因为当你有这种心来服事神、来奉献，甚至来学习、来服事主的时候，我相信神必定将那丰盛的产业赐给我们。因为我们生命当中有太多的试炼，有太多的困难，有太多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在发生。像这个礼拜，我们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几个礼拜当中，我们知道哇，整个世界好像充满了许多的危机，甚至就如同圣经里面所讲的，好像末日就即将临到的感受。那我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上帝造人一定有他奇妙的计划，他不会让一个人生长在一个好像皇室家族里面安然无忧，不会。神要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不同的试探，甚至会让我们不断的去突破生命当中有可能遇到的试炼。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来学习神丰盛的应许。好，等我一下哈。好，我们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上帝创造人，我们应该要如何去能够在试炼当中能够怎么样？能够得胜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这是一个美好的福音。这个美好的福音呢，我们要一起从神的话语一起来了解。但是牧师想要先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为什么我们生命当中会有试炼。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说，诗篇66篇10节说，我们一起念来，神啊，你曾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我们知道银子它必须要不断的加温，然后去熬炼，让它变得更纯嘛。所以呢，上帝他是透过我们所生活当中的试炼，来磨练我们的生命，能够怎么样更不一样。所以我记得那个教会一开始是那个青少年来的时候是中选中南，他们一开始学习的功课叫做学习怎么奉献。所以一开始他们说，这样我要奉献那我在教会打工的钱他要精打细算他要开始去算，他要开始去怎么样评估我奉献的这些钱。然后牧师那时候就跟他分享，你要知道教会大家对待你的那种款待都是 free 的如果你把这个价值跟你所付上的代价来衡量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比你所摆上的还要怎么样，是还要多的，对不对？因为那有许多你是用金钱买不到的。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上帝是透过在我们生活当中不断的在熬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对上帝有信心的考验。因为一个人不会平白无故认识一个看不见的神可是神却是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不同的试炼，让我们去看见他怎么样让我们在困境当中得着什么顺遂嘛，对不对？得着帮助嘛。所以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位上帝是会帮助你的？各位年轻朋友，我们今天也有那个静瑶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华语礼拜华语礼拜就是听牧师讲故事啦。你就把它想说听牧师讲故事、讲道理。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上帝他熬炼我们的生命他就是不断在熬炼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更有能力、更有力气能够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呢，上帝他允许苦难临到以色列百姓，来考验他们对上帝的忠诚度所以你们觉得一个老师如果他不会对他的学生考试考验他们，我觉得这个老师不会是一个好老师。一个牧师也是
他不会去邀请弟兄姐妹跟着他一起做工，这个不会是一个好牧师，因为这个牧师只是想要一枝独秀，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一个牧师他每次都是要他服侍，然后每次都是展现出很好的高超的技术，我觉得这不会是一个好牧师。一个好的牧羊人，一个好的领导者，我们是要能够学习去帮助人，跟着我们一起去怎么样试炼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好。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奇妙的功课哈。所以上帝是透过磨练、试炼，帮助以色列百姓来考验他对上帝的忠诚。第二个，以赛亚书48章10节，为什么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苦难试炼？我们一起来看哈。他说：“我熬炼你，却不像熬炼银子。你在苦难的炉中，我拣选了你。”很奇妙，银子是必须要不断的熬炼到最后非常的纯，可是圣经它是说我熬炼你，不像熬炼银子，不是他的意思是说没有熬炼到很纯呐，也就是说不是训练你到很厉害才把你拣选啊。上帝拣选人是让你在苦难的炉中，他就拣选你了。也就是说，当你在很困难的时候，神就拣选你。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不要担心你没有能力服侍神。再跟他讲，不要担心你没有能力奉献给神。神让你在困境当中，他就让你学习怎么学习，为主所用，被他拣选。牧师好几个礼拜，我们只要去募款我时常都在跟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挑战一个功课，叫做你们不要等到有钱才要奉献给神。你知道吗？这个真理当他们领受到的时候，他们终于知道，就像这句话所说的，他们把钱奉献出去他们是牺牲他们必须要牺牲，他们可能准备要去买什么他们想要的，可能他们要把它放在一些他的孩子身上的。可是当他听到说这个教会有这种需要的时候，他觉得这是上帝国度里面最需要的时候，他们知道我的摆上就像他在苦难当中的炉中被主所拣选。所以每一个人，我们能够成为神所拣选的百姓，我们实际上就像圣经里面所讲的，上帝他借着苦难熬炼以色列，让以色列百姓还没有银子那么纯净的时候，他就拣选了他。另外一段圣经节，彼得前书1章6节到7节说：“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我们不是像那种我们所看的那种金子、银子要熬炼到很厉害，我们才能够奉献给神，而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苦难，就像下个礼拜这个礼拜因为我们的周报版面没有办法放进去，我们的满足姐她写了一篇见证，真的很感动，我心中真的很感动。她也认为她的生命是何等的不足跟软弱，可是神却透过她最近这1-2年所经历的身体的病痛，重新能够回到让上帝所重用的那种生命的时候，哇，那是何等的宝贵！就像这段圣经节所讲的，在百般的试验当中，暂时忧愁而已，那只是暂时的。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如果有试炼临到你，不要怕，只是暂时的。来告诉他，有试炼临到你的时候，那只是暂时的。好，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成绩不好好像功课很难，对不对？对不对？功课会不会很难？很像是一种试炼。我觉得学生最大的试炼就是功课嘛，对不对？他没办法突破，他觉得那就是他的试炼我告诉你，那都是暂时的。但是你要知道你花费多少用心在那上面，你一定要去帮助自己，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求取智慧，好好用心，在你把握你的时间，管理你的时间。好，我相信神会祝福你。好，另外一段圣经节呢？为何我们生命当中有苦难试炼？彼得前书4章12到13节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就已经有4个地方它已经告诉我们，人生有没有苦难？有的。有没有试炼？有的。有困难，有患难。可是呢，生命是不是需要突破？其实也是需要突破的。那么我们要做什么？要突破就是要得胜啊！我们要胜过试炼。所以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做基督徒，我们如何在上帝所造的生命里面，在试炼当中要得胜啊！不是在试炼当中你就绕跑了，你也不依靠神啊，你也不祷告，你也不想要知道怎么解决，你就说牧师不要找我，我真的没办法。其实我都很想要挑战各位我们要试着做一个有办法、有能力的人。所以呢，这一次我们在10月28号，我们要参加一个这个读书会牧师也鼓励各位，如果你有预备好，你也想要加入的，也可以私下跟我讲，我们会免费送你一本叫做《领袖的21个好品格》。这是约翰麦斯威尔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他所撰著的很多领导学的书籍。他本身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怎么样在人生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如何领受从神而来的感动，用非常白话的方式让大家能够非常容易去理解，怎么样学习好的品格。圣经有非常好的真理，可是有很多基督徒却没有办法好好去学。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品格的东西，圣经里面看得到，但是我们也怎么样能够一起在读书当中学习好，那我们期待有机会我们都能够一起来分享。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圣经节，在约翰一书5章1节，谈到有关胜了世界的信心，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上帝而生的。这个我们都能够理解，对不对？凡爱生他的上帝的，也必爱从上帝生的。这就是说，只要我们是爱上帝的，我们一定会爱台语讲啥？买听因所生的囝儿。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人要与自己有一个和睦的关系啦。我觉得基督徒最难去爱人，就是因为他不觉得人可爱，对不对？他不觉得这个人是上帝所造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就像现在的以巴战争有点类似，真的是如此啊，对不对？这是种族、信仰还有文化的冲击的2个国家是历代好几年，甚至从圣经里面，从上帝所拣选的百姓跟外邦人的这个过程，过去的历史都已经在发生可是呢，就已经在发生现在这个战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学习在试炼当中靠主得胜？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要预备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你一定要预备好，因为接下来会有人会常常问你们怎么看以巴战争？以色列他们这么残忍，基督徒的信仰，我们的生命，我们在教导什么？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人，如果你没有办法相信耶稣是基督的，第一个，你没有办法知道耶稣是救你的。注意耶稣是基督，基督是什么？救世主嘛，对不对？救世上的主嘛。所以呢，耶稣是救世主，你没有办法信耶稣是救世主，那你有可能就像传统犹太教一样，他们动不动会认为说，哇，他们是很怎么样？他们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为什么圣经不能只有看旧约要看新约，也要看新约所以圣经里面说信耶稣是基督，这个很重要，第一点。第二点，人如果要与自己有和睦的关系，你要知道怎么样去爱一个人，你要知道我是上帝所生的、所造的。那么你自然而然你会选择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公义，意思就是说你要拒绝罪恶，不应该做的你就不要做。所以我觉得上帝用尘土造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欲望，经不起诱惑，容易变心。你们觉得这正不正常？我再讲一次上帝用尘土造人，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欲望，经不起诱惑，容易变心，好像是蛮正常的。现在我们的社会人跟人不就是这样吗？可是
我要问各位，我们必须要不断在生活当中去选择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公益的，不是吗？你看现在媒体新闻打开电视，你就会发现，到底哪一个是真的？你好像你会开始在判断呢。以前我还不会这么担心，可是现在怎么看都觉得这到底已经很 gay 了，会这样哦。然后最近以巴战争的时候，你去看也是如此哦。当他们在报道以色列在攻打这个加萨走廊这些百姓的时候，多少人受苦？人道主义的这些组织开始出来呼吁以色列，但是又看见很多强势的国家在支持以色列，你要怎么判断？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直处在这样的世界跟环境当中。这个礼拜，上帝也教导了我一个功课。我都时常讲，牧师要讲到那一个礼拜就会发生一些事情哦，真的哦。我礼拜一的时候是我们有连假，对不对？然后我的孩子我们就带着我的孩子去钓鱼了。然后我的孩子呢，很奇妙，因为我就跟着我爸爸就在那边钓鱼。然后我很喜欢钓鱼，因为每次钓鱼我都希望有鱼，我就可以不用买鱼。然后我也相信上帝会赏赐给我鱼，可是偏偏这一次我一只鱼都没钓到。然后我的孩子我就放着泽恩跟雨恩，他们就在那边丢石头，他们从下午1点就开始玩，他们一直丢石头，丢，当他们丢海丢鱼温，最后呢晚上回到家，我们要回来的时候，我开着车，我发现我的车子怎么怪怪的，突然间有声的声音啊。后来我就下车跟我的爸爸就在那边找，到底是什么原因。隔天早上，我们开着车出去，载着我孩子，因为隔天10月10号是我们雨恩的生日，我就想说要带着他去庆祝生日一下，很开心。可是当我看到我的挡风玻璃竟然有一个破裂之处我就很紧张，我说为什么会破掉嘞？我就开始开着车去找那个修理玻璃的，他就说先生，你这个应该是有人这个故意破坏的哦，你要注意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你去过哪里？我想说没有啊，昨天我刚好是去就出去外出嘛，你知道吗？在那当下我又看到我的引擎盖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孩子又在我的那个引擎盖大做文章，你们都有看到对不对？我一直觉反应我就说，就是我的孩子。我的个性是一个，我觉得我的孩子如果做错了，我一定会教导，因为我知道圣经里面箴言，我们知道箴言13章24节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我非常认同这句话，所以我从以前我对我的孩子，他只要做错事情，我讲了1次他不乖，第2次我一定打。我告诉你，因为你想看看原本你要买一个蛋糕可能600、700块了，可是你要修理一个挡风玻璃，你知道花多少吗？要花1万块。我很会算，我会说好痛啊，痛到怎么样？痛到这个杖打在儿子身上是更重啊，你知道吗？当我打完之后，我一直打到最后晚上手好累好酸啊。有人曾经说，你们不能这样教孩子。我就说，你不是我，你不了解。我的孩子是我打过，我都比别人更多的拥抱，更多跟他亲亲，更多跟他说我爱你。可是我的孩子如果我不教不行。可是神告诉我，我的爸爸我爸爸从来以前他都会跟我讲说，你囡仔都没在教，好安转，好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我爸讲了一句话，他说，伟愿，我觉得你要好好陪你孩子，你要好好陪囝，陪休困的时阵你别钓鱼，你就好好陪他去公园去玩。所以今天我们会宴小组出去游玩的时候，我非常感谢你们，你们让牧师今天真的，我的孩子出生4个孩子，我还没有一次，真的还没有一次带着4个孩子出去今天是让我经历到什么叫做很宝贵的经验。你要在路上，很多人都看着，他们抱着欣赏，抱着说哇，这个爸爸怎么可以如此的厉害？你知道吗？那种责任心是更大，甚至你会知道说，我对待自己的孩子，我有更大的期待，我要跟他
要有更好的关系，要怎么来？一定要从我自己身上开始。所以你们要知道哦，人与自己有没有和睦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爱你自己，如果你不知道你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爱一个人你爱不下去，你爱你的孩子你也爱不下去。所以那个很重要。好，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是因为在我生命里面，我体会到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重要的功课。第4节，约翰一书第5章第4节说：“因为上帝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就是我们的信心了。”所以以前当我看到自己的孩子做错事情，其实为什么我会打他？我会用一种很情绪性的在打孩子。其实我不是在教他，我是在宣泄，我在发泄，但是我没有信心，因为我对我的孩子他的能力我是没有信心的。我说我的能力这样，为什么我的孩子会是这样？所以当我重新看到说，这是上帝所生的啊，我应该要胜过这个世界，在看待自己的孩子所做错的事情上面。我后来想一想，我去钓鱼，我应该要陪着我的孩子怎么样？去欣赏那大自然嘛，对不对？应该要带着他一起去钓鱼嘛。没错，我原本是要带着他一起去学习钓鱼的，可是我的孩子竟然把那个钓竿就放在教会的那个车库旁边，他就没有带。所以一切就是这么的自然，好像都安排好了。我要告诉各位，在我生命里面，上帝就是在这个礼拜让我学习到，什么是我的信心还不足。我并没有胜过这世界，我没有靠主胜过这世界，我是靠着自己的情欲，靠着自己的私欲，靠着自己我的想法，来与我自己的孩子建立关系。所以和睦的关系重不重要？很重要。你跟你的孩子，你跟你的朋友，你跟你的家人要有和睦的关系，你一定要有足够的信心，看到你自己的软弱是什么。那个信心是什么？你看到你自己的问题，你愿不愿意改啊？你有没有在好好读书啊？你有没有好好在把握你的时间啊？你有看到，可是你愿不愿意去改啊？去调整它啊？这是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的确，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所以啊，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好好学习，我们要如何依靠主的信心胜过这世界。第一个，我们要承认我们是上帝所造的，在信心当中建立，人与自己合一，身心灵一致，内外自然就会一致了。好，那我相信什么叫做全人全心的赞美主，自然就看得出来了。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只会讲说他爱主，可是你看他敬拜的时候，他嘴巴是不开口唱歌的，懂我意思吗？因为在他的心里面，他没有办法全人全心来赞美神。所以一个人要与自己合一，有和睦的关系，是身心灵方面的内外一致的。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害怕，把你的心跟我分享。不要害怕，把你的心跟我分享。好，注意啊，如果你旁边的人说，他愿意跟你分享，你不要把他的糗事不要散播出去呢。你要为他祷告哦。他跟你分享你要懂得怎么样为他祷告。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人与自己有和睦的关系，会培养出一个内外一致的好品格啊。好，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什么是有和睦的关系？就是好品格。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今天我要打孩子，我会不会用情绪在打？不会啊，我或许还会打，可是我不会用情绪的方式，打到我手都酸了。你知道那很恐怖吧？我是10分钟一个人打5下。他们是害怕的，爸爸不要再打了。可是我就，我心里想一想，好，现在想起来就觉得这种品格好吗？主啊，赦免我，怜悯我。各位弟兄姐妹，在困境当中，你会如何选择？你会选择逃脱还是迎战？现在战争，对不对？这个很有趣哦。国家台湾正在面临这个政治的很多总统大选，有没有？然后选给哪一党？什么就会青年就上战场，什么有的没的，有没有？这些都是一种逃脱，到底是逃脱
还是一种迎战呢？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怎么判断呢？我们会去扭曲真相，还是承担后果呢？还是收受不义之财，甘愿受损？其实我觉得现在上帝透过现在的以巴战争，也是在告诉我们一些事情，真的很奇妙。一切的事情就是那么的刚刚好。疫情有没有？苏联跟乌克兰的战争，接下来就以巴战争，接下来还会有很多，包含我们台湾，我们虽然已经要升为全世界非常重要的一个小国，一个小小的一个团体哦，可是未来可能会发生更不一样的事情，我都看得见。我们要一起好好为台湾祷告。箴言20章27节说：“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内心深处。”所以我要问各位，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有没有时常把你的生命在上帝的面前好好去看待你内心的在做些什么，你在想什么？有些旁边你的身旁的朋友，包含你的牧者、长者都看得出来。但是你是不是愿意把你的生命好好的交托给神？其实人与自己的关系里面，我们一定要知道，才干能力可以是天生的，但是品格绝对是这个后天养成的一个重要功课。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知道我们内心这个心灵怎么样成为是耶和华的灯去鉴察你真正内心的深处，很重要。有一个故事这样讲就是说有一个先生他订票要回他的太太的婆家那边那上车之后呢，有一个女士就坐在他们的这个车位座位上那这个他先生就示意就说给他太太去坐在他旁边，他的位置坐好，然后他先生的位置呢，他就没有坐，就让给那位女士。然后他的太太就转头就看着他先生，就说：“你为什么不坐？这是我们的位置啊。”然后呢，他先生就示意说：“是给他太太看一下那位女士的脚。”那位太太的脚是有点不方便。后来他太太就了解他先生为什么让出这个位置给他坐。可是呢，他们是从嘉义一直站到他先生一直从嘉义站到台北，从头到尾这位女士她都没有表示，是不是说请他先生，是不是坐一段距离，譬如说嘉义到新竹或到这个丰原，就换人坐嘛，对不对？他太太会认为说不立马起来，我先生坐一下，那做辛苦呢。后来呢，他就后来跟他先生讲，他就说我怎样啦？我知道你让位是一个很好的举动可是你坐这么长久我们搭了那么长久的路那至少也要他位置要让给你嘛。他先生就说人家不方便一辈子我们就不方便这3个小时而已他太太心里面就很感动，说原来他先生是一个那么善良、为善不欲人知的好老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内心的观念，其实有些东西是只要你一转，你就会知道牧师在说些什么，你也会知道哪些是你心中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该做的，你应该要去完成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每一个生活当中，我们都要不断的去迎接造起上帝所要造的人的灵魂体完美的和谐关系是什么。我觉得这也是圣经里面时常在讲到，上帝的位格是圣子、圣父、圣灵和谐的关系。人如果没有办法明白你身心灵的和谐关系，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他是需要去什么忧郁症，有没有？他需要看心理医师，可是他不会懂得要回来找神那是很大的问题所以牧师其实我也知道，我们的弟兄姐妹有一些他们也是曾经有非常严重的忧郁症，可是我不会鼓励他一直去接受单纯医院所开的处方签，他有些可能会影响他的睡眠，这我会鼓励他一定要吃，但是我绝对不会鼓励他长久一直要这么下去，因为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依靠是神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一个人如果在灵魂体他没有一个完美的和谐关系，他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全心全人的爱神的心，甚至来服侍神的心，甚至是以心灵诚实来敬拜神。所以我觉得这句以心灵诚实敬拜神啊，它的意思是人的内在身心灵啊，它是一致的，不是有所虚假的。如果是这样，绝对不是心灵诚实。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个很重要的关系哈。好，第二个，我们除了要与自己和谐的关系，我们第二个就是要与上帝沟通，要有合一亲密的关系。好，我们今天的圣经节在约翰一书5章2到3节，我们刚看的是第1节跟第4节。2到3节他是说，我们一起念哈，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上帝的儿女。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否曾经想过，我要怎么样让天父看到我真的很希望他回答我的祷告，甚至祝福我？我们要知道哦，上帝要祝福一个人，一定也会看这个人到底有没有为非作歹嘛，对不对？他有没有在遵守他的诫命嘛？就好像一个父亲哦，父母亲如果像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可不可以打电动？我可不可以做什么事？”我一定会说：“你有没有听话啊？对不对？”那我就在想，上帝他既然是我们的父亲，做好像天上的为父的心，那他的为父的心是什么？我们要去想，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如果爱上帝，尊他为我们的父神，我们就要遵守他的诫命。所以我们知道，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什么是上帝的命令？什么是上帝的命令？我们基督徒就是十诫嘛，哈！我要告诉各位哦，十诫在不同时期，甚至不同的宗派，他们有不同的讲法。那牧师有稍微整理出来，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那我是觉得说这个10句话，哈，我们基督徒啦哈，基督新教，我们是属于基督新教的。约瑟夫最左边这边，并无别的神，好，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其他神哦。好，你要记得哦，我们认识的上帝，除了上帝以外，没有别的神。第二个，不可雕刻偶像；第三个，不可妄称上帝的名；第四个，守安息日。就像我们现在，你们有没有参加华语礼拜、主日礼拜？这个就是守安息日。第五个，尊敬父母亲，你要尊敬父母亲，懂得孝顺。第6个，不可杀人；第7个，不可犯奸淫；好，第8个，不可偷盗、偷窃；第9个，不可作假见证；第10个，不可贪恋。光第10个啦，我告诉各位，每一个人都贪呐，你贪不贪呐？贪呐！我们9点聚会哈，我有些时候就有贪睡一下，对不对？贪那1分钟、2分钟你也好，每天早上你要上班，你要再贪睡一下。我告诉各位，每一个人生活当中都有贪，但是我们也该怎么样去做好神所要托付给我们的？今天社会上有那么多的犯罪的案件层出不穷，我觉得令人让我们最重要的感受到最难的，是因为法律的规定太复杂了，人类容易失去一种叫做对罪恶感的感受。可是呢，基督徒呢，我们不能够不明白，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时常在触犯，我们并没有守神的诫命。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时常透过祷告。好，我们要时常透过祷告，更多的祷告与神有更好的关系。第一个，祷告要怎么样？要清晰明了。你祷告清不清楚了？大部分的人不会祷告，往往是因为他祷告不清不楚，他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第一个，祷告要怎么开始？祷告讲话清楚一点。好，所以我记得那个钟南应该非常感受很深。好，记得刚开始学习祷告的时候，好像不知道讲什么，怕怕的。感谢主，好，阿们，对不对？很简单嘛，假设啦，我在假设大概是如此，在祷告。可是慢慢的，我们会鼓励他讲清楚，慢慢讲，把它讲清楚。怎么讲清楚？第一个，祷告的词句要简明直接。
语词不要含糊不清啊。第二个，在互相代祷中清楚你用的词语是什么。简单怎么做呢？我告诉你，去找那个不是基督徒，你说我为你祷告，你会训练你的胆量。那牧师我呢？我怎么教导呢？我觉得我对我的孩子，你知道吗？我一开始都讲得很文绉绉，就像我们一般在讲这个祷告一样，我的孩子根本听不懂。我有问哦，我祷告完我说，你们听得懂爸爸在讲什么？听不懂。我祷告到一半，大概10秒钟，他们就开始讲话了。我要告诉各位，我们在座的有一些我们主日学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去了解，祷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可是，在我们教导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祷告它有非常很深的一些出发点，我们该怎么注意。第三个，祷告要怎么清晰明了？沟通最好的2位伙伴就是简单跟明确了，对不对？好，你越简单越好，我们要沟通哦，太拐弯抹角，你沟通不来了。好，所以呢，我们在沟通当中，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你讲得太复杂，好像模棱两可，又好像讲的不知道有还是没有。好，你觉得上帝会知道你到底要什么吗？他不会知道嘛，因为你自己都不清楚了，不清不楚，上帝怎么知道你需要什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要清清楚楚。我们跟神说：“主啊，我现在遇到什么困难？好，求你帮助我。”好，第二个，调整祷告的焦点。什么是调整祷告的焦点？第一个，上帝的心意跟自己的心意你要清楚。有些人的祷告大部分都是为了自己比较多。他从来没有感谢神的，他也不求上帝的意思，只求自己的意思，那就不一样哦。到底神会不会成就，那就不同了。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心中要默想与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所以耶稣在圣经里面其实有好几个啦，牧师只是举例，有父子的关系的教导，葡萄树与枝子的教导，有没有？牧人跟羊的比喻，仆人跟主人，老师跟学生。这些都是在教导我们如何跟神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你不明白，你祷告不出来。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他们不懂得怎么祷告？因为他们不明白自己跟上帝有这些关系存在。第三个，心中能与上帝有契合的关系，祷告才会带出果效。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的祷告为什么他那么有果效？你听他祷告就是清清楚楚，有没有？而且非常的非常很有造就，很有帮助，很有激励。好，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学习。第三个，我们要活出你所祷告的内容了，不要祷告只会说了，但是做不到了。这个很重要，我们要注意几个。祷告的内容与做出来有落差吗？你要去想。我们要去询问别人知心的朋友、家人，自己到底有没有改变。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只是在台面上很有能力，然后把你的工作做好，说你有做了。你要时常去检讨你自己，到底我有什么盲点？你会不断突破自己。第三个，你要坦诚接纳别人给你的意见，避免维护自尊心的辩解，并提出改进自己，使自己言行一致的方法。我觉得在祷告当中，就是活出你祷告的内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上帝期待我们，他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无时无刻都希望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节，罗马书8章31到39。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上帝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有上帝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为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在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难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最近以巴战争，牧师期待你们也能够把这段话放在你们心里面。其实这段话里面就讲出了我们现在如何面对现在的局势。即便哪一天台湾有可能面对战争的时候，我们也都要知道上帝的爱绝对不能够失去。求主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试炼当中学习怎么样依靠神，过得胜的生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愿你用你智慧的灵充满我们的心，赏赐在你的儿女百姓身上，让我们看见，虽然世界有灾难，无论是火烧、火灾、水灾、瘟疫、地震，甚至战争，都不足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求神赐给我们足够的爱心、能力、信心跟帮助，让我们有智慧来面对这个环境的险恶，让我们更有智慧的在众人面前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有喜乐，有盼望，有福音，有经得起考验，能够在试炼当中过得胜生命的基督徒。我们再次将在座的每一个同学，在接下来他们下个礼拜要预备考试，有许多的功课，有许多的预备工作。愿主你赐给他们一颗真正愿意委身，好好学习他们所学习的知识领域，好好的用心把握他们的时间，因为他们的时间跟生命都是神你所赏赐，让他们学习懂得感恩，懂得学习珍惜他们拥有的生命，来为主所用。也感谢你今天能够带领，不管是志明兄，还有静瑶姐妹，我们都恳求神帮助这些新朋友，一起在我们当中一起领受从你而来的祝福跟恩典。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起在学习真理的话语上面，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祷告，操练我们自己，作为神你所更为合神心意的基督徒。谢谢主，愿你赐福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他们的生命，让他们的工作、家庭都能够成为神你所蒙福的祝福的对象。感谢赞美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也求神赐福在每一个观看直播，还有在观看我们直播影片的弟兄姐妹、家人朋友，求神赐福他们，让他们在不同的领域工作上面，在他们的教会，在他们所就近的教会里面，都能够为主做合神的用途，为主你做光做盐来荣耀神。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将一切祷告摆上，愿主你来接纳聆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一起同一时间一起领受神丰盛的祝福与恩典。愿你平安。